国有企业捐予新北市300多组的智慧型的设备提供予学校的电竞队、保险库甲脚踏车队，用来追踪各种详细的数字，来进行科技化的训练甲分析。向脚踏车智慧装置甲系统连接，马上来一场竞赛。比赛了后，验看家己的训练数据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就是踩的时候就都很无聊，就很不想踩啊。但有这个之后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啦，就有个动力这样啊。就是名次从比较后面变比较前面一点点这样，可能100公里要骑6、7个小时，现在只要3、4个小时左右啊。不只是脚踏车，将这套系统装置用在保险库的训练点管，也提供协助。大概在补偿假日，自己可以在家，尽量没有事情的时候，可以去活动自己身上的筋骨。运动科技是运动训练中的重要辅助。作为装置的使用，应由正确数据分析，为个别学生制定无同款的训练计划。室内单车其实大家都知道，目前在新北大家都是以高楼大厦为主，那能做全方位的在针对学生体育这一块全面的训练，不会因为环境天气而去受影响。导入我们的训练，让整个训练的过程中更趣味化，而可以善用科技，可以改善很多训练的一个方法。我想对于整个提升运动的技能帮助非常大。有科技公司捐300多组的智慧装置，予新北市的学校，希望应予更较侪学生甲团队，应有机会利用数位化方式进行更较完善的计划，为体育人才培育带来更较侪多样化的选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